好，来继续来看检调单位针对罢免死亡人数扩大侦办，再去到国民党宜兰县党部来搜索。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武的领衔人甲相关的人，拢互带回约谈。这个罢免团体是真无奈，讲因拢是确实来进行着人数，但是送来的那是死亡人数数，因实在嘛无法度查证。无啦。 记者听到风声，教育员竟行出来，一直在手讲卖过翕啊！一直看这记者无拍算要走，规气铁门拖落来。检调正去调查，毋若是国民党宜兰县党部挂布条啊，是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武的联署站，今日透早拢无开门，因为被搜索以外，罢免的领衔人嘛被带走约谈。未少支持者听到风声，赶到现场。 本来就不对啊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嘞？所以我来问问看，礼拜六有约案车可以坐。哦，这样子哈。想去台北啊？经过了解，差不多超过40分时，牵涉到死亡的人数。虽然讲罢免团体表示讲，因确实有人数，但是送来是死亡人数数嘛唔知影。不过检调目前是调向着伪造文书，要违反各自法的方向伫侦办。 一个人10份，一个人10份，包括我们那个杨明远他们东山也是一份一份，请人家交托去，1传10，10传100这样子用的，所以我们的日期才会被中央党部说怎么那么慢。所以检调单位他们去查，我们绝对不怕，因为亲者自清，我们有信心。 民进党宜兰的立委陈俊武表示讲，尊重司法的调查，针对着人数的过程，敢若有代抄名册、伪造文书，甚至有死亡人数的情形，伊无得接受操弄民意制造对立，相信司法会还社会一个公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